Gato. 好吧，开始啊，Oh, 一二 gato. 一二吹。Yo. 好，那好，这个是 PPT 里面的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哈。我们大概先瞄一下好了，有 me 型动词跟 ma 型动词哈，及物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先想一下哈，有哪一些是，因为待会会用到，有哪些是 me 型，我们记起来的及物动词，还有 ma 型的。好，那我们所用的这个构词哈，会用到像这个第一个部分有这个 me，然后什么 am 哈，那这个是字根重叠，里面有字根重叠，有妈什么爱，然后后面后缀 en 的，妈型的也是一样哈，这个是我们大概今天会讲到的。好，首先哈，第一个 me 型的动词啊，me 型的及物动词，我边说就边想一下哈。其实 me 型比较多了哈。那我们会使用，我们会造4个句子哈做练习，4个句子哈。那因为它的我们所要变化的就是这个动词这个部分。好，我直接来念这个句子哦，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哦。我先念主语。Uni arasiuku mi tengiran ni mama。好，我先来看哈。Uni arasiuku mi tengiran ni mama。这个我们要，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动词是 dengir 哈，听。那我们的这个构词是还缀哈，前缀 mi，后缀 an 哈，mi dengiran 所听的，所听的哈。那我们所听的是什么呢？就放在前面哈，uni arasiu。好，所以我再回头看一下哈，所以我们你看哦，我们现在简单看一下这个句子哦，第一句就好了。Uni Aradio 这一首歌，这个歌哈，这首歌是干嘛呢？那它说明就是在后面这个姑后面哈，你等于啦你妈妈爸爸所听的哈，所以这样的句子，我们先大概记一下哈，它是什么？用这个方式，受试者焦点，受试者焦点哦。好，这个句子叫受试者焦点的句型哈。那构词有4个方式的构词哈，就这4句。好，第一个我们先看哦，注意哦 m i d n i l a n 这是第一种的构词法哈 m i d n i l a n 我们再来看第2句哈 u n i a r a s i u k o m i d n i l a n ni mama， 它的构词 m i d n i l 中间再加一个哒哈 m i d n i l a n 这个可能也要稍微记一下哈。这个在我们的主语里面其实也很少讲，但是也有听过有耆老在讲哦。米达登伊兰，你妈妈爸爸所一直听的哈，所以这个哒它有一直的意思哦。米达登伊兰，你妈妈好好，那这个到目前为止这2句没有叠词哦，接下来就要重叠了哈。乌尼阿拉西乌古米登伊兰努妈妈好。这边有一点点小差别了哈，我再念一次。Uni arasiu kumi tengi nu mama。我们先来看这个构词的部分哈。你 tengi 这个 tengi 还记得它是什么重叠法吗？哈，它是少了一个子音嘛，所以重叠在前面，所以是部分重叠。那加了这个前后缀咪跟按哈，咪等于按，努妈妈，好，它的这个属格这个地方哈，本来是你妈妈呢，
现在变成努妈妈哈，为什么？这个我们要回想一下哈，我们之前的那个重叠词，这个你可能要找个时间再回去翻哈，上一周跟上上一周的，我们在翻那个重叠词的时候，是不是讲说每个或者说所有的每个的点点点，然后后面是那个什么这个词根的意思，比如说等于了，等于了，就是每个每个点点点听的，好，每个点点点听的，那是那个点点点是哪一个呢？指的是那个后面这个鲁妈妈。那通常哈，每个的话就是超过一个了，泛指所有的那个爸爸哈。那我们比较一下哈，这个我们前面的这个啊，不管是第一句或第二句哦，Uni arasiuku mitengila ni mama，你妈妈通常都是这个你哈，通常它是有比较指定的意思哦。那所谓的指定，就是说指的是自己的爸爸哦，指的是自己的爸爸。那如果我说哈，Uni arasiuku mitengila nu mama，可不可以？其实也是可以哦。可是他这边讲的努妈妈，就是指有爸爸这个身份的人。有爸爸这个身份的人，不光是只有我爸爸嘛，你的爸爸、他的爸爸，都是爸爸的身份啊，所以他是泛指有爸爸这个职务身份的人所听的都是这一首歌哈。那有没有这一首歌，我是不知道啦。啊，一般来说，可能指的是军歌哈。我念阿拉丢古米登伊拉努妈妈，可能是讲那个，因为只有男生可以当兵嘛，以前嘛，所以他们听的歌可能是军歌这样哈。那这边指的你妈妈呢，是我自己的爸爸。好，我们再看第三句哦，因为它这个构词的关系哈，咪等于等于了，因为它所指的是说很多的爸爸，就是在我所的处境里面哈，在我的处境里面，所有的爸爸就是每一位爸爸所听的歌哦。这个还是要回到那个我们之前的讲义去看一下那个翻译方法哦。好，我再念一次哦。Uni arasiuku mi tengi tengilan mama，中文翻译就是每位爸爸所听的是这首歌，所以这边的 mi tengi，它的这个中文翻译哈，还是跟第一句很相像哈。mi tengilan 它其实那个咪跟按哈，咪跟按，它有那个所怎么样的那个所哦，只要记这个就好了。所以如果到第三句的话，重叠的话就是每一位爸爸，每位爸爸所怎么样呢？所听的米等于烂哦，我们大概这样分辨就好了。那既然是每一位的话，这个后面的这个妈妈当然要用努了哈，用努了，因为它不是只有指自己的爸爸，是每一位爸爸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属格这边要换哈。好，那第四句呢？我一样还是念好了。Uni arasiuku mita tengi-tengilan no mama。Uni arasiuku mita tengi-tengilan no mama。好，也是一样哈，把刚刚的第三句再加上一个搭的话，中文翻译就会加上一个一直所一直听的，啊，所以不难。所以重点就是哈，这个动词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咪型动词的这个构词的部分哦。我再把它念一次哈。那我们顺便记一下哈，嗯，mi tengilan，mita tengilan，所以待会你大概在动词上面去记那个重点就好了。mi tengilan，mita tengilan，mi tengi tengilan 重叠，mita tengi tengilan 这样子哈。好，所以我们要选一个哈咪型的及物动词哈。这个登耶尔大是及物动词啊，要听什么歌哈？听声音啊。登耶尔都 r a s i u
好，我们来4句哈，我这边还是留在这边好了。好，我们来想一下，选一个及物动词咪型的，然后我们就照上面的方式来做例句跟中文的那个翻译哈。那准备好的，我们就直接用讲的哈，准备好的就稍微跟我说一下，还是有没有人已经 OK 了？好，其实不用妈妈，我先，好，我来那个，我还要，好，那我还要，努够先好了，好，全部吗？对，4句可以吗？ 4句哈。来，Uni semaku milik saya Nina。妈妈所一直问的是这件事。Uni semaku milik saya Nina。诶，等一下，你哎，那跳太我刚刚快了。我刚刚没有讲它的那个原则哈，哎，就是那个嗯，那个这个第一个子音加重叠，就是那个哎，我们没有少写一排啦。我再哦念一次好了，我再念一，OK，次。Uni semaku milik saya Nina。好，第二个是 Uni semaku milik saya Nina。好，Uni semaku milik saya Nina。第二句，第二句，第三句，第4句了，第4个了。嗯，Uni semaku milik saya Nina。好，努伊这样娜才对，不是伊娜，那努伊娜，努伊那好像也可以哈，努伊娜，好像好，谢谢那个努够了哈。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哈，嗯，就是额外的，你刚刚说为什么要说维纳？它的伊纳跟维纳的差别是什么？努伊娜，努伊娜，维娜感觉好像就是所有的妈妈，努伊娜，我的习惯啦，嗯，努伊娜，有没有听说，就是在部落有没有听说不同的那个意义？你说维娜跟伊娜吗？对对对，好像都一样哎，努伊娜，努伊娜，好，努伊娜，维我娜，我是通常会指大部分的妈妈。然后伊嗯娜是感觉好像只针对自己的妈妈。好，嗯那我怕待会忘记，我顺便哈，因为嗯刚好努过有提到这个伊纳维纳哈，我说一下我听到的哈，嗯，这个是我有问一个耆老哈，那可能有一些耆老不认同，所以我就不讲他的名字。这个那个耆老说，像那个妈妈有没有？亚马阿拉维努米达里妈妈安，啊，我马阿拉就是没有在我们眼前的娃妈这样子，哦，所以它相对的那个在被我们看到的，在我们眼前无赢啊，不管是嗯你的还是我的，都是赢嗯啊，也嗯在个阿拉无赢啊嗯这样子哈。所以他嗯他他用什么逻辑哈？他其实嗯用那个圣经逻辑，因为那个圣经讲的那个天赋啊，都是讲娃妈，嗯没有讲妈妈。你查那个圣经，如果有提到那个天赋的话，他都讲娃妈，所以妈妈，我们就说娃对，妈哦，是指天赋嘛。嗯对啊，他是用那个逻辑啦。可是好像有一些耆老那个好像也没有那么认同，这就对了。嗯，对对。哎，那个苏贤在好，那个那我讯们再息栏。回到那个哈，我再回到那个刚刚信燕说的哈，其实不行的啦。那苏选有
这个是苏贤回你的，对不对？我有问过，不行，只能重叠一边。对，像因为这个我们这边像那个重叠词这边呢，只能像我们从第3句看的话，乌尼阿拉六果米等于拉努妈妈，它这个等于拉，这个它一重叠哈，它其实是指涉了有很多很多位的人哦，所以如果讲比等于拉努当少，那就是每个人所听的哦，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你后面就要改你是不是？不是，不过我不是在讲你的，我是在回那个回信燕的那个问题，我了解。所以不用再重叠了，所以那个苏璇老师说的是对的，哦，所以那个你还有一个地方那个你妈妈，我们都不会讲你妈妈妈妈哈，应该讲努妈妈妈妈，哦，不过呢这边只能重叠一个，因为你前面已经有重叠词了，后面就不用重叠，是这样子。哎，信燕这样有没有问题？有理解吗？OK，好，那我觉得你问的也蛮那个，就是有提醒到我们，谢谢信燕哦。好，那谢谢奴顾了哈。那接下来看谁？哎，保罗请假是不是？看一下，没有他的声音，还真的嘞，保罗没有来。好，那换要秀兰姐吗？好啊。好。Uni adiliku minengan libai，阿姨所看的是这个字。Uni adiliku minengan libai，阿姨所一直看的是这个字。Uni adiliku minengan libai。你发译对对，每位阿姨所看的是这个字。Uni adiliku mitatengilan，你是能努发译。每位叔叔所一直看的是这个字。米拿能按啦，不是米达登了，米拿能按才对哦，老师。那你讲的是第3句啊？米那能安。米拿能按。如果你没有重叠，那就是第2句啊。米那能安没有错啊，是第2句啊。第3句是要重叠啊。米能安。米能按，你翻译。第3句啊，那米能安。米能按，你翻译。第4句就是米达能按，是吗？米拿能按，米拿能按，米拿能按，你翻译。米那能按，你翻译。哇，好麻烦。像那个能按这样的，米拿能按，嘿。其实这个如果嘴巴很厉害的哈，它其实是完全重叠哈。你看那个米拿能按，那这是第4句。它是这样嘛，能嘛哈。那如果说重叠的话呢，是能这样的，能呢？这个是能按，好。能按，对啊。哎，对，
能按，对对对。哦，好长哦。像我自己我会用我其实好像是完全重叠，按。那其实如果我们照那个就是齐老所归纳的那些，就是那个方法哈，应该是这个啦。我破这个按这样子。对对对，能按，哎，对，其实我念也是不是很标准的，不过习惯就好了哈，知道它的原则就好了。好，那刚刚好你有这个是这个前面这个搭，我刚忘记说了哈。虽然这边是用搭哈绿色这个字，可是是看它的那个字根哦。刚刚努过了没有被骗，但是秀兰姐是被骗了哈。是按照你的那个词根的第一个子音，对，重复再加母音这样子，所以每个都变。那它重复子音加母音这样加上去哦，它就有那个一直就是持续那个动作的意思哦。好，谢谢秀兰姐。那我们最后请信燕好了。信燕在吗？方便吗？Jika Natal umangan ra, 对，信燕哦。ay, jika Natal. 不，我讲错了，应该不是信燕，对不对？是那个谁 ，Alex 啊。对了，是我，我把它看错了哈。哦，哪一都，我想一下，布尼亚多伦古米达里甘尼伊纳，妈妈所导的是这块麻吉。那个杜莎，布尼亚多伦古米达里甘尼伊纳，妈妈所一直导的是这块麻吉。那个布尼亚多伦古米达里甘努伊纳，每位妈妈所导的是这块麻吉。好，最后一个乌尼亚多伦古米达里甘努伊纳，每位妈妈所一直导的是这块麻吉。这样。好，谢谢 Alex 啊。我刚刚一直把你搞混到那个 Alex 那个信燕去了。关系。对，信燕其实是我们的那个委员啊，那个编辑委员。对吗？对吗？应该是。好，那个我们这样就这个章节就结束哈。不过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因为刚刚想一想，其实好像很好用，蛮好用的，而且也常常其实是偶尔会听到，虽然说频率没有那么高，但是有时候会常常听到。那刚好可以那个，刚刚信燕有提到一个那个，就是说两边重叠的这个问题啊，那其实上不需要两边重叠，那这个就很好用哈，从这个动词词根做重叠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往下哈。那第二个呢，我们就用刚刚的哈，我们就不要变那个动词啊，你要变也没关系哈。我们主要是说那个重点是那个结构跟那个使用的方式，还有它那个中文翻译哈。那如果我这样呢，大家练习会方便吗？我还是留在这边好了哈。好，那这个改变在哪里呢？它的前缀哈，我来从第一句好了。Uni ara liugo matengilai ni mama。好，matengilai，你看它的词根一样是等耶，但是前缀前缀是妈，然后后面是爱哈。其实matengil就是我们像那个今天那个能够好像也是被误导哦，就说这个是妈，其实不是哦，是被动。matengil就是被听。那后面加 ay 呢？被听的点点点，不一定是人嘛，被听的人事物就对了。matengilai
那如果说前面有焦点是人的话，那当然就是被听的人；事情的话就看看它是什么单位了哈。东西的话就是看看有什么单位这样。好，一样哈。我还是念一遍好了。因为还是要念给那个 Alex 听哈。Uni arasiuku matengilai ni mama， 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哈。好，第二句，Uni arasiuku matatengilai ni mama， Uni arasiuku matatengilai ni mama， 一直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哈。好，第三句，Uni arasiuku matengilai no mama。Uni arasiuku matengilai no mama， 被每位爸爸听的是这首歌。记得哈，每位，因为有重叠词哈。好，第四句，Uni arasiuku matatengilai no mama， 一直被每位爸爸听的是这首歌。好，那这个我们看看哈，我们一样按照刚刚的顺序哈，那就是练习看看。好，我们请那个 Nugul 先好了，看看你要不要变。变了，看你啊。你先。如果我这样呢，记得起来吗？哎，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看老师会忘记了，不要了。哎，B 变成妈而已嘛，然后后面 AY 嘛哦。好了，不要了，不用了。不要啦，就是哎，不要好，我还是用原本的 mark 好了。可是他那个马拉，好，我试试看好了。Uni a semaku malicayai nina。Uni a semaku malicayai nina。Uni a semaku malicayai ni no ina。Uni a semaku malicayai no ina。好，谢谢 Nugul。嗯，那Nugul我问你哈，哎，Uni a wawa ku malicayai no ina。Uni a wawa ku malicayai no ina， 你会怎么翻？对，这个小孩是妈妈询问的人。你颠倒了哈。我们从后面翻嘛。这件事，malicayai no ina。妈妈所一直问的是这件事。你看到malicayai重叠，malicayai no ina。一直问的是这件事，每一位妈妈所问的是这个小孩，对不对？对，OK。所以这个可能还是需要背哈。其实我这样讲一下，你好啊，你听得懂，只是说要用国语翻的时候会有点困难。对呀，中文造诣不好。所以我发现，我们如果有去背、有去练的话，做口译可能会有帮助哦。口译吗？对，如果说我们有去练这个的话，可能会对口译会有帮助。因为我这样讲过去你听得懂，可是你讲不出国语的，翻不出来就没有办法当口译嘛。可是如果说你一听完可以马上翻这样，这个口译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哦，所以他们蛮厉害的，还是有帮助的。对，学这个还是有帮助，需要练啊。是。好，那我们来换那个秀兰姐。谢谢老师。不会。来，我换那个阿西。好。
啥？乌尼阿达杜尼果马阿西盖尼伊娜，被妈妈扫的是这个垃圾，垃圾是达杜尼汉古尼亚，达都达杜尼，达杜尼，后面是喉塞音哦，这样子哦。嘿嘿嘿，达都尼达杜尼，嗨哦嗨，达杜尼， ，OK，好，被妈妈扫的是这个垃圾。乌尼阿达杜尼果马阿西盖尼伊娜，一直被妈妈扫的是这个垃圾。乌尼阿达杜尼果马阿西盖尼伊娜，被妈妈扫的是这个垃圾。乌尼阿达杜尼果马阿西盖诺伊娜，一直被妈妈扫的是这个垃圾。好，秀兰姐，马阿像那西个盖，嘿，像刚刚啊第二句啊，你的词根是 ashik 嘛，对，对不对？那如果说那个二次重叠吗？就是马阿我们西盖，马阿西盖，不是二次重叠了，就是说我们那个什么重复子音加母音这个，你会怎么去？阿西盖啊，马第阿西二句哦，盖，第二句哦，对对对，那个是阿西嘛，对不对？换成的话就变成阿西盖，好难呢，阿西盖。你都念到3、4句了，马阿西盖，还有第3句才对，马阿西盖。那第二句呢？第二句是马阿西盖，那你的这个一直马就没有了。阿西盖，形式吗？马阿西盖，对，哎，马阿西盖，没有子音就只好就是母音加上去。对，马阿西盖，马阿西盖，对。西盖。然后第3句就是马阿西盖，对。哎，第四个是马阿西盖，马阿西盖哦。这个第4个哈，第4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二次重叠了，还记得吗？这个可能要翻一下那个定义哈，应该是二次重叠，就是它又先部分重叠，然后再把那个子音重复在前面，再加母音，这个应该是二次重叠，所以我们这个叫做马阿西盖这样。马阿西盖，好，马阿西盖，对，好，谢谢。不会，这个好，我刚才讲说第4句啊，甚至于像那个第2句2跟4啊，我们可能很少讲，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平常的对话当中，好像比较不会说有一直被，我们可能就是说被听的而已被爸爸听的，可能不会去强调说一直被听的那种处境，好像久久才会发生一次啦。可是我们可能也不太会讲那刚好这边其实可以背一下。对，好，那我们再来请 Alex。乌尼亚嘎啷古马当埃尼伊娜，被妈妈煮的是这只螃蟹。乌尼亚嘎啷古马当埃尼伊娜，一直被妈妈煮的是这只螃蟹。乌尼亚嘎啷古马当埃尼伊娜，被每位妈妈煮的是这只螃蟹。乌尼亚嘎啷古马当埃尼伊娜，一直被每位妈妈煮的是这只螃蟹。好，谢谢 Alex。你的这个就比较不好念哈，很难。第2个还考，马达当当，马达当当爱，马达当当爱。
是那个重叠这个地方了。嘛当哒，有没有？当哒当当，好，嘛当哒当当爱，当哒当当爱，哦，当哒当当爱，当当爱，有点绕口令啊。当当爱，哦，这样当子，对当哒这样当哒，那第4句就很好念了，就是嘛哒当哒当当爱，嘛哒当哒当当爱，当哒当当爱，嘛哒。当爱，那我的念法是，我的专注力是妈跟哒是一起的，妈哒这样，妈哒当哒当当爱这样，嘛哒叫做当哒当当爱，嘛哒当哒当当爱。这样就很好，很好念，很好念出来。好，谢谢 Alex 提供的这个句子哈。好，这个其实我觉得蛮宝贵，因为那个就是老师他们去跟耆老去共同做那个讨论归纳出来的哈，我觉得是蛮珍贵的一个我们阿美族的这个句子的结构跟构词的方式，希望大家背一背哈，对你有帮助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哈来看这个进入到另外的这个部分哈，这边有一个叫做 kina 的这个用法哈，那我们直接用这个一个词根来做示范哈，这边用这个法拉是丢掉丢弃，那它是咪型的，所以我们会说米法拉多拉高，刚刚好像有讲到嘛，法拉咪型的米法拉多拉高，那动词对不对？咪型动词，那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变化哦，为什么会有这个 kina 的这个用法哦？好，它是这样哈，主动的主动的动词 mi fa la 好，主动的动词，然后如果使用 ma 呢，它就是这个叫被动嘛，ma fa la 就被丢，哦，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然后我们从这个 ma 被动这个地方哦，变成 ma ga，哦，从这边开始做变化，被动这个词根的变成被动哈，变成嘎妈变嘎发啦，然后呢，在这个嘎发啦这个词根哦，这个构词中间加一个 in， 好，gina 发啦，所以这个 gina 才会这样形成哦，gina 发啦，它的意思是什么？被丢的。那它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被动化的被动化的名词啦，动名词哦 g i n a f a l a 被丢弃的什么东西这样子哦，它是名词哦 g i n a f a l a 这个有点像那个朱清玉老师说的那个，他用的那个 ni bi 那种感觉是一样 ni bi la gat 是动词嘛？那你比拉嘎就是说所走的路，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哈，变成动名词就对了。那这个也是一样哈，你叫做被动式的这个动名词，这样。gina fala， 好，那句子呢，来念一下哈。Umaan ko gina fala ni panay inachila。Umaan ko gina fala ni panay inachila。好，这个是问句哈。那吉拉是昨天，阿努吉拉是明天，好，好，这是中文是昨天呢被巴奈丢的是什么？哈，那这个内容物哈，我们应该怎么讲？讲东西啦，哈，被巴奈丢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那我们这边怎么翻？我们讲丢的也可以了哈。被把那丢的那个刮胡那个东西哈，那所以这个刮胡里面这个所谓的内容物哈，
就要看哦，就是要看什么呢？看我们的句子所讲的哦，就是我们所要表明的，比如说，我看啊，我们这边要干嘛？哎，这边没有例句练习哦。好，没关系，我们待会来试试看哈。这个啊，有，在这边哈，我们有例句，我们来看看哈，我们直接用这边的例句来做练习啊。第一句，Uni aratiuko kinatengirni mama，哎，这个是刚刚的句子哈，这边的。好，现在直接用 kina 哈。好，Uni aratiuko kinatengirni ina。Uni aratiuko kinatengirni ina。好，那我们要从这边翻哈，姑的后面开始翻哈，就是因为它是被动嘛，你看哦，它是从这个妈开始去做变化的哦，所以在中文翻译我们就想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哦，我们来比较一下好了，你看哦，马登伊莱你妈妈被爸爸听的，好，那这边的姑后面给那登伊了你妈妈。被爸爸听的是乌尼亚拉六，所以他这个，我们可以比如说直接把，等一下，被爸爸听的曲子，被爸爸听的歌是这首歌，这样会不会多余？好，反正是这样子哈。我们这个刮胡里面哈，如果是指的是，因为我们这是受视焦点嘛，就看看受视焦点指的是什么，我们就把它放上去，可能会重复，但是也没有关系，就让我们更清楚嘛，更清楚。那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个 gina dengir 哈，gina dengir 它是会变成这个，就是会变成名词就对了哈，所听的。被听的什么东西这样子哈，那这个不是翻成内容物哈，只是说这边有个东西这样就对了。好，来看第二句哈，Uni arasiuko kinatengirni mama。Uni arasiuko kinatengirni mama，这个跟刚刚的一样哈，一样就是重复子音加母音哈。kinatengirni mama。一直被爸爸听的曲子是这首歌，好，我用曲子好了哈，一直被爸爸听的，看看歌还有什么单位可以去指称它哈，那曲子好了，一直被爸爸听的曲子是这首歌，这样哈，好，第三句，Uni arasiuko kinatengir mama。Uni arasiuko kinatengir mama。被每位爸爸听的曲子呢是这首歌，这样。好，第四句，Uni arasiuko kinatengir mama。Uni arasiuko kinatengir mama。一直被每位爸爸听的曲子呢是这首歌，这样。好，大概是这样子啊。其实我们可以利用刚刚的句子啊，看看能不能就不用去想啊。我们刚才已经练习2次了嘛，那不用去想那个，我们就把这个原则把它记起来，这样就好了。给它登页了。老师，还某个内容物，我刚讲很久，这个内容物不是，就是说你看要放什么，比如说哈，被爸爸修，我用中文哈，比如说Uni agigai 机器，对不对？不，我说Uni radio radio 我们讲说什么？收音机嘛哈。收音机嘿。过 ina
给他登记你妈妈，好，这样好。嗯比如说我用那个radio，不是 radio 哈，radio 收音机。就那就收音机是食物嘛？嗯那被爸爸听的器材，我可以这样讲啊，是这台收音机，有没有？这个就是内容物了。被爸爸听的器材是这台收音机，类似像这样子。那你说用东西可不可以？被爸爸听的东西是这台收音机，可不可以？也可以的。那你要省略也可以，被爸爸听的。但是我是怕哈，我怕你省略的话，你会跟这个搞混，因为这个就是被爸爸听的哦，是这首歌。那我想说，如果要有差别的话，就把它加个东西，这样看看好不好加。没有无法加这个无法加上去的话，就先省略这样子哈。那我刚刚把这个歌哈，我用曲子这样，被爸爸听的曲子是这首歌这样子哈。那这个曲子可不可以省略？是可以的啦。好，这样懂我的意思吗？那不了，懂懂哈。所以我刚刚嗯说，你就看看那个你所指的那个东西，就是前面这个乌尼啊、马鞍哈，看看好不好去指称它，这样。了解，哎可以讲了。哎，像那个我们艾特我再讲一个哈，我刚突然想到，像那个被爸爸吃的什么的菜是啊，被爸爸吃的骨浪是这个菜，这个好像多余哈。好了，好，来，你那个如果你时间试试看好了，装那个内容物好像不好那个不好不好不好发放哈。挥，那不好我们先发挥。可以的就加，如果不行的好我们就省略这样子哈。好，那你只要知道说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所听的什么东西这样。嗯其实我先好说一下哈，主要是为了要这个其实主要是为了要标示说它是一个名词啦。给嗯它发啦，你看，因为我们说发啦是动词嘛，可是给它发啦，它是变成名词了哦，名词的话，它是动名词哦，被动式的动名词这样子。我名词有好，好的好，我用那个阿辣可以吗？啊，给那阿拉阿辣，可以啊，它是给名词的。那阿辣，好哎，好。Uni datang ko kina ala ni ina，用这个可以吗？哈，哎，可以，被妈妈拿的是这些菜。哎，Uni datang ko kina ala ni ina，一直被妈妈拿的是这些菜。Uni datang ko kina ala ni ina。被每一个妈妈拿的是这些菜。Uni datang ko kina ala no ina，一直被每一个妈妈拿的是这些菜。好，Ada tambahan itu，我等巴读。其实如果我们简单一点哈，就是说哎，东西就好了。哦，嗯来，被妈妈拿的东西嗯是这个菜，好，像那个你的那个第四句，吉那阿拉阿拉，吉那阿拉阿拉，ala，哎，我第一吉次这吉那样讲。阿拉阿拉，对，Ay, sa ay katsatsaw tumanay kakaya ay 二四句啊，对啊，第二哎句跟第四句很少，因为哎我们可能没有那个处境去讲这样哈，哎对，嗯，海莎，好，谢谢老师。哎。
好，换秀兰姐可以吗？可以。等一下， Uni adilit ko kinasulit ni kakak。被哥哥写的是这个字。Uni adilit kinasasulit kinasasulit ni kakak。一来，直被哥哥所写的字。Uni adilit ko kinasulit你嘎嘎。来，被每一个哥哥写的是这个字。Uni a diriku kina sasurit 你嘎嘎。一直被每一个哥哥写的是这个字。好，谢谢秀兰姐哦。那个我们这样想啊，其实哦，我自己也会有时候会很不习惯。我们只要重叠哦，像只要重叠，打哇哦，或是等耶滴哩滴哩，我们只要这样讲哦，我们就想到说，是很多人在做那样的事情。如果是主动哈，你看我再回到这边哈，这边如果是主动的，像这个哈，第三句啊，等耶了，等耶啦，没等耶啦，就是很多人听的，就是只要重叠，我们就想说很多人这样子哈。那如果是妈呢？我们刚刚是到这边嘛哈。如果是有妈的呢，就是有那个被动嘛哈，被怎么样？那后面是赖妈妈阿奈妈妈阿奈妈妈阿妈阿奈这样子，被每一位反正有重叠，就是很多就对了，被他们说怎么样的。好，那这个 Gina 也是一样哈，反正有 Gina 的，它就是有那个被。中文翻译的时候，我们想啊，被怎么样？Gina 被怎么样？这样啊。那如果是重叠这样，就是很多，就是每一位、每一个、每一种这样子哈。好，那这个刚刚的这个 delete 哈，我念 delete 过 Gina，就你 Sasurit 看哦，我念 delete，我 surit 念哎 Gina sulit delete 你哥 surit 哥，我念 delete 被哥哥写的。字。所以这个其实看你当下的处境。如果是在做中文翻译的时候，被爸爸写的明信片，哎，这样也不对哈。我念这被爸爸写的，我们都给他也说了说叫，我念delete 过给他梳理你嘎嘎，对不对？哎哦，哎，被爸爸写的被哥是哥这个被哥哥被哥写的哥写的是这个是这字，个字。这个字。这个写的什么东西呢？写的句子是这个哦，字，好，那这个好像也不太适合。好，反正我们知道哈，反正写的没关系，动我们就好像很不行的哈，不用了。对，我们只要放不进去知道说，内容。它只要知道说它是被动式的动名词，好，动名词就对了。gina 所以来 gina 啊，sasurit gina 嗯，sulit 对 sulit 这样子哈。对，好的，去 Alex 读。我想一下，乌尼亚巴哈登安古吉纳泽波斯尼伊纳
被妈妈浇水的是这片菜园。乌尼亚巴沙登安古伊纳扎泽 boss 你伊纳，一直被妈妈浇水的是这片菜园。乌尼亚巴沙登安古伊纳泽 for the boss no 伊纳，被每一位妈妈浇水的是这片菜园。乌尼亚巴沙登安古伊纳扎泽 for the boss no 伊纳，一直被每位妈妈浇水的是这片菜园。好，谢谢 Alex 提供的那个每次 Alex 提供的那个句子都蛮惊艳的因为我们都几乎没有这样讲过好，乌尼啊巴沙登安过给那这 first 你那巴沙登安菜园嘛过这 first 是浇水乌尼啊巴沙登安过给那这 first 你那被妈妈浇的是这个菜园，对不对？你刚刚是这样翻嘛被妈妈浇的撒的是这个菜园。好，我想一下我刚刚有没有反过来去解释它？看一下，嗯，好，OK，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那我们现在时间是57分57分，我们因为刚好这个又要讲很久，所以我们先休息我们到那个8点8点08分回来好了10分钟，我们就提早2分钟下课。8点08分我们再继续来上，先休息一下。Tahan kita.
马老说个这刚好，给他都给打，给他嗨好不好？还是我们就继续哈，刚是在哪里？呢等于好，我们刚1、2、3，我们刚应该都那个了哈。我再说明一下，我刚就是问了一下老师哈，就想了一下，这个 gina 哈，就是说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的这边的东西，这个内容物这个地方哈，如果我们用东西哈，就是说被爸爸听的东西是这首歌，可能比较怪怪的哈，因为这首歌我们很少讲说那是什么东西哈，我们就会说你听的曲子是什么，这样对不对？所以我刚刚是用曲子啦。那如果是物品呢，我们其实就可以用东西这样，被爸爸丢的东西是什么？是被爸爸丢的东西是这个衣服啊，乌尼阿里挂过给他发了，你妈妈可能就可以这样子哦，用东西或者说物品这样子哦。那可不可以省略？其实还是可以省略的，哦，还是可以省略。那在这边呢，呃，因为有一个明确的东西嘛，就是那个明确的东西，就是这里的那个前面的这个乌尼阿拉丢、乌尼阿里过、乌尼阿刚刚讲那个乌尼阿巴萨登岸这样的，它是一个比具体的一个人事物哈、所以它是可以被省略的，或者是直接用很精确的那个单位，像刚好刚好我刚用那个 ratio，它比较好，可以蛮精确的。像刚刚那个 Alex 所讲的那个巴萨登岸哈，嗯、它其实也可以很精确哦，因为那个巴萨登岸它是一个地点嘛，所以如果说我把那个巴萨登岸是他刚刚说是乌尼亚巴萨登岸过吉纳兹福斯尼伊纳，对不对？被妈妈教的就可以用地点或者说地方，哦，把它塞进去这个内容物这个地方。被妈妈洒水的地方是这个花园，这个菜园这样子哈。那可不可以省略？也可以哈。如果说找不出一个中文翻译的时候，找不出一个可以概括性的的一个单位哈，就省略就好了。那如果是东西的话，就讲东西，这样就好了哈。这样可以哈，我这样补充说明可以理解哈。好，那我们就往下哈，第4个单元。好，一样是咪型的及物动词哈。我们刚刚前面呢所讲的都是你马安难、马安奈，好，那现在就一样重叠词后缀 en 哈。好，我来念哈，这边有3句。乌尼阿拉丢过，他等于了你那。其实这个句型哈，就几乎是我们常讲的，都是使用这个方式哈。乌尼阿拉丢过，他等于了你那。中文翻译呢，一直要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哈。那我们在以前的中文翻译没有翻成这样了，我们其实我们可能都是直接讲哈，像我过去翻的话，就是我会这样翻哦。爸爸听的是这首歌，我最多就是这样翻哦。但是我想，我们既然学了这些，就是尽量翻的精确一点，这样哈。好，我再念一遍。我尼阿拉丢过，他等于了你妈妈，一直要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好，第2句。Uni arasiu ko tengi-tengiran no mama. Uni arasiu ko tengi-tengiran no mama. 要被每位好重叠哈，要被每位爸爸听的是这首歌。好，第3句。Uni arasiu ko katengi-tengiran no mama.
우니 알아시우고 다등이등이는妈妈一直要被每位爸爸听的是这首歌。好，我们来比较一下哈。我们来，我会做来回哈。我们先来比较一下。你看呢，等有人好，好像这个第二句啊，这个是妈型，妈前缀爱后缀哈。我尼阿拉六果马达等于来你妈妈一直被爸爸听的哈。马达等于来你妈妈一直被爸爸听的，然后我们刚刚的要练习的，一直要被爸爸听的，也是一样哈。所以你看哦，它是达等于人，马达等于来，达等于人，所以它的这个什么，它的中文翻译一直要被爸爸听的，跟刚刚的是什么？一直被爸爸听的，它差在哪里？有一个要了哈，这样会不会很吹毛求疵？这也没关系了哈。好，主要是我们为了要区分啊，就是在中文翻译上，因为它的那个构词不一样嘛，那中文翻译一定要有一点边差别啊，所以我们就是多了一个要这样子哈，这样可以理解哈，就为了要在能够让它，其实这个方便我们去记了，背的时候很好背，就说，它的就是主语的结构不同，那中文翻译应该怎么翻这样子？那这个我们以前已经讲过哈，我们教这堂课的那个目标是希望能够主语跟中文能够翻译的很精准，这样子有各自有不同这样。好，我刚念到第二个，我再念一次好了。我念阿拉六个，我刚是念哪里？好，没关系。我念阿拉六个，等于人努妈妈。要被每位爸爸听的是这首歌。第三句呢 ，Uni arasiuko等于人努妈妈，一直要被每位爸爸听的是这首歌，这样子哈，要背，好，等于人，等于人，等于人，好，那我们一样。你可以不用变了哈，就用刚刚的例句，然后做一点改变就好了。来啦，什么瓜要去那个了？好啊，来啦，你啊什么果？哪里在院你呢？一直要被妈妈询问的，就是这件事。你啊什么果？你在院你呢？要被每一位妈妈询问的是这件事。你啊什么果？哪里在院呢？一直要被每一位妈妈询问的是这件事。来，好，来，谢谢。懂？马达妈，其实我们常讲的是一三句，还第二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每次我们不拉里在你，可是哈，我突然想起来，因为有时候我会听老人家会使用这个拉里在用，拉达等于人，然后有时候又重叠，拉里在用，达等于。其实我们在部落，因为老人家不会教，可是我们就一直在想，有时候又为什么要重叠这样哦？可是知道那个意思理在嘛，所以我们就不会去问，因为知道说是，我们都知道说问他其实他的差别是在那个
有那个一一直，直还有要被好，嗯还有就是那个它重叠的意思是因为很多人，嗯就是超过一个以上这样，所以他给它嗯重复，因为大家都在做这件事这样，嗯所以有这样的差别啦。可是嗯，如果没有学这个我们听不听得懂？其实还是听得懂，可还是听是我们会翻不出来。嗯就说如果我们没有学这个因为你看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一下子说啊，우리 알아 띄우고 따뜻이는 니 마요啊，等一下讲一讲啊，우리 알아 띄우고 따뜻이는 놈이다，你嗯，就会翻不出来，诶，为什么刚刚要两是等，次这样，刚刚有等一，现在又等一了，我们就不会翻，就不知道怎么去讲了。嗯所以，现在的老人家你叫他讲那个他也讲不出那个所以然。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用对对对，就是这个中文他可能问题。嗯所以，我们如果要让我们的语言一直流传下去就必须要去认识这个，要不然，因为现在我们的小孩还有我们以后的孙子、曾孙都是在讲国语啦，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啦，他们都在讲国语，所以如果要让这个语言流传就要很准、很精准。对，就是他这样构词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怎么翻这样，他才能够学，他学了之后就有機會講，對不對？可能是這樣子的。這個來，好，早這個给打娃娃屋他们也是听他们这样讲嘛，對啊，然后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是现在看这个中文造诣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其實我們大概知道那個意思了，因為你看每個字我們都聽得懂，對不對？我每個字反正都沒等於湊起來就大概知道那個意思，可是有一些小細節，別人翻不出來，不會翻，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啊，要背啊，就是這個問題。還是啦，秀蘭姐都還是啦。嗨，Uni a imbisco 扎扎利问你啥吧？一直要被妹妹借的是这支笔。Uni a imbisco 扎利问你啥吧？要被妹妹借的是这支笔。Uni a imbisco 扎利问你啥吧？一直要被每位妹妹借的是这个笔，这支笔是这个。其实也可以用那个或者是妹妹们，对不对？因为它就是超过一个嘛。对，那妹妹们。因为那为什么这边要用每位？其实主要也是说，去强调说那个每个爸爸，或者说像你刚刚的努沙发每个沙发都共同都会去做的一件事，这样子，主要是这个想要表达那个感觉啦，所以用每位这样子。那如果说用爸爸们、妹妹们，就是在这个第二句跟第三句其实还是可以啦，还是可以用们也可以。要被每位爸爸们听的是这首歌，可以这样子翻。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用每位的话，就用们；如果没有每位的话，就用们这样。要被爸爸们，对，要被爸爸们听的是这首歌。对，那如果不是用们，就用每位这样，每位这样。还是好，谢谢秀兰姐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 Alex。乌尼亚里贵姑法泽恩你嘎嘎一直要被姐姐洗的是这件衣服。乌尼亚里贵姑法泽恩努嘎嘎一直要被每位姐姐洗的是这件衣服。乌尼亚里贵姑法泽恩努嘎嘎
一直要被每位姐姐洗的是这件衣服。好，谢谢 Alex。好，其实 Alex 越来越厉害了，只要那个口音音调再稍微准确一点，就以后就分不出你是汉人还是族人哦。还好，好来洗一哎洗。哎，只要腔调有到位就 OK 了。好，哎，那个它的词根是发赞嘛，所以用发哈，发赞，发赞，发赞。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哦。好，又来一个哈，八嘎。好，刚刚是吉娜，好，八嘎。我我想到一个那个哈，我们先来看这个目标句了哈，这个句子，然后我们再回头看它的那个过程，这样子。好，pagkatengil jika to ngiha nuniam pagkatengil jika to ngiha nuniam 这样子哈。好，打造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哈，打造能听到我们的声音。pagkatengil jika to ngiha nuniam 好，那为什么要用八嘎呢？好，我们回头看哈。好，词根 dengil 它是咪型的，所以我们讲说听音乐 mi dengil do radio 好 mi dengil do suara mi dengil do maan 这样哈，主动的动词。然后一样，我们要先变成被动 ma dengil 就被听了哈，被听见 ma dengil ma dengil ni inaku ni haaku 对，被听 ma dengil 被听哈。那再从这个妈变嘎哈，嘎登耶了，哦，从妈被动改成嘎登耶了，然后呢，嘎前面再加一个八，跟刚刚的那个 kina 的那个结构不一样，它是在那个中间加 in 哈，那我们这边呢是嘎的前面哈，刚刚是 k 的后面哈，那个 ka 的中间加 in 嘛，那现在呢不用，是在前面加八这样，把它等于了。好，那中文的翻译呢就是使什么什么被听，好，使什么被听，因为那个为什么要这个啊？嗯，你看哦，我们说我这个是我们在部落常常用的哦，可是你看哦，如果我们把它分析出来，诶，其实会有那个原来如此的那种感觉哦。你看哦，把它登耶了，把它乌都发，有没有？我们说骑摩托车嘛，八嘎乌都发，那它是巴嘎巴使用这个瘦，哎八嘎，其实它的那个八有那个使怎么样被摩托车有没有？这个使是这个点点点是放在这个点点点是指那个主词啦，主词要放的那个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受事焦点哦，就是说那个这个我不会讲哎，这个文法啊，好没关系，我们待会再从句子来看哦。那它的词点点点被听，它的呃经过理解之后的翻法就是能听的意思哈，把它等于能听见，这样把它等于一首，你能听到吗？有没有？把它等于一首，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能听的意思啊，这个是经过理解之后，然后比较好的这个翻译哈。那如果要从它的这个结构来看的话，它就是使什么被听，好，使歌被听，把它等于多拉丢有没有？使歌被听，好，那好的方式就是能听到歌，好，好，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个句子哈。Pagkatengil si kacau to ngihat nuniam， 或者是 Pagkatengil to ngihat si kacau si kami 也可以哈。这是另外一个意思啦。Pagkatengil to ngihat kami， 我们能听到声音。好，那这边呢 Pagkatengil si kacau to ngihat nuniam， kacau 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你哈努尼亚，我们的声音哈。好，这个巴嘎的这个使用法跟它的由来大概是这样子哈，所以这个还是需要理解一下。那我们来看看那个例子哈。好，咪型的哈，一样，这个反正我这边都是用那个啦，用等于的这个动词了哈。如果你要换也可以哈，最好是换了，这样我们可以多一点的那个思考这样。好，我来念一下，一样有4句。Uni arasiuku mi pakatengilan ni mama。好，你看了他这个，不好意思，他这个构词之后哈，构词之后 pakatengil 一样是使用这个我们前面所讲那个前缀咪后缀按哈，mi tengilan。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它这个前后缀哈，mi tengilan mi 什么按，ma 什么爱，有没有？好，后面一个gina， 哎，这是刚刚的哈，gina pakatengil， 哇，这个就很复杂了哈。好，一句一句来。Uni arasiuku mi pakatengilan ni mama。Uni arasiuku mi pakatengilan ni mama。爸爸所能听的是这首歌。好，爸爸所能听的是这首歌，能听哈，把它登耶了。那这个咪什么按就是所怎么样的，好，你把它登耶了，你妈妈爸爸所能听的。好，第二句哈，Uni arasiuku ma pakatengilai ni mama。Uni arasiuku ma pakatengilai ni mama。ma pakatengilai。妈是被啊，能听，所以它直接拆开哈。如果在被动这边就要拆哈。那巴嘎登尼来，你妈妈能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哈，能被爸爸听的，被爸爸能听的，这样就很不太顺哈。被爸爸能听的，所以可能要把这个能拆开哈。能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我念阿拉丢过嘛，巴嘎登伊来你妈妈。好，这个我们当然也很少讲了，我几乎没有讲过哦。这个用这样的方式我几乎没有讲过啊。好，第3句哈，我念阿拉丢过，给那巴嘎登伊了你妈妈。好，我们现在来看中文是什么意思啊？能被爸爸听见听的，能爸爸听的是这首歌，所以它其实跟刚刚的那一句，你看中文翻译好像是一样的，对不对？能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那巴卡登耶来你妈妈。那第3句呢？给那巴卡登耶了你妈妈，给那巴卡登耶了你妈妈。好，我们待会就先练习哈。这个我们先慢慢来体会一下，它的这个比较深层的意思。好，第4句哈，Uni arasiuku papakatengilan ni mama。Uni arasiuku papakatengilan ni mama。好，能够一直要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好，其实在这个单元5这个地方啊，其实困难度就蛮多了哦。第4句我们再来看哦，Uni arasiuku papakatengilan ni mama。所以这个
这个前面这个八哈，只要记得哦，虽然我们刚刚是这样子哈，这个我们刚刚的这个八嘎的用法哈，因为它是 P 开头嘛，所以我们待会其实都是那个哦，就是不是去重复那个 T 哈，而是重复这个 P 哈，巴巴嘎登耶了，所以这个就不变了啦。巴巴嘎登耶了，认，巴巴嘎登耶认你妈妈。好，这样提醒而已哈，能够一直要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我刚刚一直在想说是什么状况我们会这样说话啊，我也想不起来，没有关系，我们先来练习哈，反正我们就是把这个范例放在这边哈，让大家练习一下好了。好，我们先来请这个能够来示范一下好了。好，Uni favoritku mi arawan ni，等一下，重来。Uni favoritku mi pag-aarawan ni mama，爸爸所能看见的，是这只猪。对， Uni favoritku ma pag-aarawan你妈妈能被爸爸看见的是这只猪，用翻。Uni favoritku kinapaka-araw你妈妈能被爸爸看见的是这只猪。Uni favoritku papaka-arawan你妈妈能够一直要被爸爸看见的是这只猪。好，谢谢能 OK，够。哦，好，那个阿道是看见嘛，跟那个其实跟那个嫩是蛮类似的哈。嗨，好，那我们来看哈，其实刚刚能够在讲的时候，一直在想说，我们会是哪一种状况，会讲哪一句哈？像我们在重复刚刚能够说的哈，我尼阿发菲古米巴嘎阿拉万你妈妈，我尼阿发菲古米巴嘎阿拉万，巴嘎阿拉万所能看见的，爸爸所能看见的是这只猪。我尼阿发菲古米巴嘎阿拉万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也可以哈。所能，我会用第二个。如果我们用简单的，我们从简单的来去理解，爸爸看见的是这只猪。我尼阿发菲古马阿拉外，我们会这样说，对不对？嗯，可是我想哦，因为它是马阿拉是被动嘛，阿拉外这个是回到前面了哈。那我们现在因为使用这个八嘎的话，就是能够，它有那个能够，所能够看见的是这只猪。是什么状况会这样说话呢？那个能够你想一下一个处境，其实我要想的是那个处境啦，就是到底是什么处境？当韩国的教育大，我念阿发菲古米巴嘎阿拉万你妈妈，你能不能凑一个处境出来说，诶，然后我们就会这样说，这样，这个好像是说，因为可能爸爸好像老花太严重了。或者说近视太严重了，然后因为这只猪很大，我会比较习惯用那个第二个，用妈，
哎，马巴嘎阿拉巴嘎阿万，拉歪，我爱你哎妈妈。哎，就是被爸爸看嗯到的，哎，嗯，能被爸爸看到的是这只猪，所可以是如一定要用能吗？可还以看到，能够，就是能可以够啊，的话呢，就我们也可以是讲能够啊，能够也可以被爸爸能够，看见的，了解，能够被爸爸看见的是这只猪。嗯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讲第一句哦，我先分析好，然后后面看看 Alex 还是秀兰姐可能会越来越清楚说使用这个的目的这样好。如果你看啊，第一句哦，爸爸所能看见的是这只猪。Uni afafui ko may pagkaarawan ni mama。这个感觉好像说，Uni afafui ko may pagkaarawan ni mama。这个有点感觉那个欸，就说那个爸爸好像眼力不太行了。我们先，其实我是从中文理解哦，因为所能够看见的是这只猪，所以那个爸爸老花太严重了，所以那个什么，这只猪这只猪很大，所以它其他的猪太小了，它看不到，所以我们就会讲说，人无你啊发挥有没有？如果加一个人无你啊发挥过，你把个阿拉湾，我你妈妈，哎，爸爸只有这只猪是爸爸所能看见的啊，这个意思啊，爸爸所能看见是这只猪这样子，所以那个这个可能就是用这样的处境，大概就可以理解哦，才会使用说，哎，人无你啊发挥过，你把个阿拉湾，你妈妈只有这只猪啦。爸爸所能看见的是只有这只猪而已，因为他的眼睛不行了，然后这只猪刚好又很大，他只能看得到这只猪这样子哈。那其实那个第二句也是一样的意思，只是说他用那个被动的方式，所以它跟第一句是差不多的意思。一个是从什么爸爸的主动的去看这样啊。那第二句呢是这只猪的角度了，这只猪是被看的嘛，所以那个这样的感觉哈，是用被动能被爸爸看见的是这只猪这样。所以一二句其实是一样，一个是主动，一个被动而已。好，那第三句呢？我那发挥过给他把个阿绕你妈妈能被爸爸我想这个哈，这个的话，因为它的中文翻译其实是一样的哈。不过因为我们刚刚也学到了，我们这个 gina 它是有你看哦，我们来比较一下哈，米巴嘎登伊兰所能听见的，马巴嘎登伊拉耶能被听见的，给那巴嘎登伊了能能被听的，然后有刮胡，有没有？还记得吗？有那个，其实它是动名词就对了，这个还记得哈？有那个，它有一个刮胡内容物哈，所以我们可以讲说，应该加个动物啦，应该是说能被爸爸看见的动物，这样哈。如果是 Gina 的话，如果加一个动物的话，就是加一个内容物的话，就就有分别了哈，就有差别了。但如果这样 OK 哈，就是说像你刚刚的这个例子，就是因为这边没有标注啦，所以我们会觉得是一样。它其实是说能被爸爸看见的那个动物是这只猪，这样伊拉加，因为它是要内容物了，我们要让它变成那个动名词嘛，好，那第四句就大概也是这样子了哈，就是中文翻译就能够一直要被爸爸看见、听见。
能够一直要被爸爸。好，这个是我们可能平常说话不会这样说了，但是我们为了要能够让这个文法被使用哦，当然就去凑出这个句子这样子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也许写文章啊，也许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可以这样用。对，因为我们在写文章可以去设定一些处境，或者一些前因后果，所以我们就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句子哈。写文章的时候，好，那我讲了那么多，那个秀兰姐应该 OK 了哈。老师，那个 delete 我用句子可以吗 delete 哎对，可以哦。 delete， 你说delete 中文翻译，如果说像这用样子，中文的哥哥所能问的是这个句子，就 delete 可以用 delete 来讲句子哦，啊，因为句子我念下还 delete，是都其实好像也用字可以哈，来翻译。句子也好像也可以哦。我念下 delete，因为我也是这样讲。我如果说，因为啊 delete 是一个句子吧，啊 delete 啊 delete。可以，因为我也好，是有时候就是看那个处境了。如果说你看我在跟你说话，如果我学一个字哦，我们通常讲的字是好像感觉上好像这是一个一个，对不对？可对啊，是我如果写一串呢，一它也是串就是字啊，句子啦。对啊，它也是字啊，所以也是可以用 delete 啊。哎，好，如果我这样子问的话，Uni a delete 过mi bagari zayan ni gaga， 哥哥所能问的是这个句子。Uni 对 a 对对 delete 啊，可以哈。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嘿，Uni a delete 过 ma bagari zayan ni gaga， 能被哥哥问的是这个句子。Uni adilit ko kina pakali在你嘎嘎，能被哥哥所问的是这个句子。Uni adilit ko pakali在你嘎嘎，能被一直要被哥哥问的是这个句子。好，以上。好，谢谢秀兰姐哈。那我问一下秀兰姐哈，我再念一次你刚刚的那个句子。Uni adilit ko mi pakalizayan ni kakak. Uni adilit ko mi pakalizayan ni kakak. 哥哥所能问的是这个句子。哎，我们在什么时候才会讲这句话？不会的时候，不了解的时候，或者是哈，他可能去考试了哈，可能考主语有10句，结果全部看不懂，然后他只有看得懂第一句，对，他只看得懂第一句，或者说有被限制啊，所以哥哥所能问的就只能问这一题。比如说老师说其他都不能问，你只能问这一题，其他的要自己写这样。我只能透露这一题这样，所以可能就可以讲这句话啊。那就是等于是解释了哈。我只能够解释这一句啊，其他的就你们自己去判断这样子哈。对，就那个大概那样的处境，那就可以讲这句话了。其实你看我从以前我们在上课哈，我常常讲那个处境，什么处境要讲什么话。其实我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我们以后在外面啊，或者不管是对话，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说可以去使用那个东西，因为遇到一样的处境嘛，遇到那个处境，我可以用这一句这样子。所以这个意志的这个句子的那个处境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可以用了哈。对，好，谢谢那个秀兰姐的提供的例句哈。那我们再来请 Alex， 好的。嗨，乌尼亚鲁马古巴嘎里瓦拉尼嘎嘎，哥哥所能卖的是这间房子。乌尼亚鲁马古巴嘎里瓦拉尼嘎嘎，
能被哥哥卖的是这间房子。乌尼亚鲁玛古吉纳巴嘎里瓦尼嘎嘎，曾经能被哥哥卖的是这间房子。乌尼亚鲁玛古巴嘎里瓦任尼嘎嘎，能够一直要被哥哥卖的是这间房子。第二章。好，那个谢谢 Alex 所提供的这个词根是 liwa 了这个也是我不是很习惯用这个就是我很少用，但是有听过我刚刚还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liwa 了卖对不对？对，卖贩卖平时是不是都用那个把？对，我是用那个，我应该是们都是用加巴黎瓦尔，巴黎哦，瓦尔，巴黎瓦。对，其实不用啊，像要拔吗？巴黎瓦了。对呀，巴黎瓦尔是卖呀。可是，等一下我想一下因为我们以前那个阿扎是买嘛，或者是价格，所以我们会说比那个阿扎一数，你的价格是多少？那我们说阿扎就是买嘛，那卖呢？我们说把阿扎加一个八就变成反过来了。卖，对啊，卖，巴黎对啊，瓦尔把阿扎是一样。那可是这个里瓦了，它本身就是卖它都是卖所以巴黎瓦尔，需要八吗？都是巴黎瓦尔卖如果啊。你刚刚是把杂六啊，把杂六不是借吗？或者是那个付钱，把阿扎。我刚刚是说阿扎是对呀，买，阿扎，对，然后把阿扎是卖，反过来。卖，对，对啊那如果是巴黎瓦尔也不是它是卖地呀，那不就是一样卖呀？那它是什么形？是咪形吗？还是妈形？那个主语一乐园的海岸方言是咪形，咪形咪形米里瓦尔。对啊，所以如果卖的话，应该是米里瓦啦。这个是海岸方言，其他方言别我就不晓得。对对，那个谁，刚刚是秀兰姐吗？对，我们那是巴黎瓦嘞。是卖是不是？卖是巴黎瓦。哦，哎，巴黎瓦尔也是卖呀，有对听过这个？那如果说没错，米里瓦了个，米里瓦了米个，利瓦尔有米应该利瓦尔，不能用米利瓦尔咪啦，咪就没听过。米利瓦尔像那个有吗？蔡宗涵这边就讲米里瓦了，就米利瓦是卖啊，尔哦，还就是是卖啊，还，米所以利瓦尔我刚一直在怀疑说，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我听见的也是那个巴黎瓦了，可是这样蔡宗涵这边写，那我刚刚用那个阿扎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阿扎是买嘛我从你这边这样买叫阿扎，可是我如果从我这边这样就交换的话，只加一个八就反过来了，把阿扎就是卖。嘿，可是，在里瓦这边好像没有办法这样用。米利瓦尔好像是食物，针对食物，然后巴黎瓦尔好像是房子啊什么什么，是哦，还有这样的就感觉好像就是比较卖那种比较大型的东西。巴黎瓦尔多罗吗？那如果买房子呢？不，如果卖房子是巴黎瓦尔多罗吗？那如果动词呢？是不是在前面要不要加米巴黎瓦尔这样吗？米巴黎瓦尔多罗吗？是卖房子嘛？哎，那米利瓦尔呢？米利瓦尔就是卖，比如说卖水果啊，米利瓦尔多
都保利米里瓦都慢不慢，塞哎，塞哦米里哎，塞，是啊，了解了解，这个还要那个哈，那个喂，那个谁，有人 po 那个马里瓦是背，对啊，用妈的话，因为它是咪型嘛，如果咪变妈的话，就变被动啊。可是刚刚那个秀兰姐还有努姑说的是说里瓦尔加八，那比较要卖房子，好像大型的，如果是卖车呢，也是用八吗？你巴里瓦尔都下，这样对吗？啊，努姑，我们的是米扎盖如果卖我没有，我是说卖呢。卖哦，把扎哎盖，那一定是八嘛，哎，可是秀兰姐，你刚刚不是说你们是用那个里瓦的吗？一个把扎盖、把里瓦尔都可以啊，都通啊。那扎像盖把刚刚努，像秀兰姐刚刚努过说的，说米巴里瓦是针对好像比较大的，像不动产之类的哈。那如果说米里瓦好像是说一些水果啊，一些比较小的，是你们那边也是这样吗？还蛮弄也是，对，还对哈，蛮多，嘿嘿嘿，哦是米哦，里瓦、米里瓦尔都保利，对，也可以啊。哦，所以如果加一个八是针对比较大的不动产这样，而需要那个谁出现了米利瓦尔卖啊出售，米利瓦尔都暴利，米利瓦尔都感恩，这边也只有那个小东西。那如果说卖房子呢，会是像那个吗？诶，那个能够了，你看那哎，个，你看书贤 PO 的哦，卖部就是用那个呢，巴利瓦尔呢，保利瓦尔都含那而已呢。安娜，可是保利上面瓦尔卖香蕉是米利瓦尔都感恩，保利瓦尔，好像保利瓦尔没有一个，安娜。好像没有一个规则哈，我觉感觉上得它应该是地地方方用词，地方对用语哈，对，是，好，那嗯，个谢谢 Alex 提供一个哈，每次 Alex 提供的那个句子都会让我们讨论很久，对，对，很因为好，我很好，对，因为我们常常都使用自己习惯的，可是 Alex 因为他不是族人，所以他会想到什么就找什么哦，反而会找到一些我们几乎没有在用的，或者是很少用的，反而给我们一些那个学习这样。嗯，所以这个美里瓦跟法里瓦我也找不出一个那个它的规则是什么。对，我以为会反过来，结果不是哦，应该没有反嘛哈。书写有法里瓦说一个是卖吃的，一个不是卖炭，不是卖吃的，我不晓得呢。之前问的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晓得。我觉得应我该是地方用语，地方用语哈，有的人有，所以它不会反过来吗？它不会反过来吗？像那个阿扎跟把阿扎不会这样反过来吗？不会嘛哈。阿扎都个跟人，阿扎一个是要买，一个是要卖嘛，对啊，阿扎阿是卖，扎是反过来嘛？那这个那个没有里外那老师，它没有反嘛？老师有时候拔炸是付钱呢，拔法利夫炸有时候是付钱。没有，我们付钱是法利夫人，好过导给就付那钱给他法利夫人。你看嘛，像我们那个北师阿美、南师阿美就是拔炸哎。哦，是哦，对呀、那你们的是百里符恩，我们的是拔炸恩，法利夫人对啊，你看都有恩。对，百里符恩跟拔炸恩，你看所以很不一样。统一啊，我觉得要统一比较好啊。尊重叫尊重，你看了、像那个谁，那说
那这边写家里老人说米里瓦了等于巴里瓦了。哦，是哦，那不用再加咪了吗？那个那说米巴里瓦，然后那个巴里瓦前面不要再咪了吗？你们那边是哪里的？成功以南是米里瓦了。哦，以北，所以以北是巴里瓦了。你是长滨的哦，我也是长滨的，为什么我都没有用这个里瓦了呢？你拽给我的买手？对，你们是把炸，这样好了好了，这个反正我们又多学了一个哈，这个可能还再问一下到底比较正确的用法。那我们今天我们就用到这个练习舞这边哈，后面还有。好，那因为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哈。好啦，行，我们一定你再来好，都比巴托克人那么个的关难，对啦，晚安都，不负点都，晚安，好晚安，啦，谢谢。再等，来，好来。